诗篇第118篇，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愿以色列讲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愿阿伦祭司会假讲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伫危急的时，我求叫上主，上主就应答我，解救我。上主甲我同在，我袂惊吓，人袂当甲我安怎？上主为我做我的帮站，我会看到我的对敌受报应。用上主做避难所，比瓦克人较好。用上主做避难所，比瓦克统治者较好。列国甲我包围，我奉上主的名甲因剿灭。因包围我，对四面围困我，我奉上主的名甲因剿灭。因亲像蜂甲我包围，亲像火烧刺皮安尼烧我。我奉上主的名甲因剿灭，亲像火烧刺皮安尼烧我，嘛通易做。毋过因亲像刺皮着火，随时烧去。因出力车我，互我险跋倒。毋过上主帮助我，上主是我的气力，我要唱歌称赞，伊互我得到解救。伫上主子民的布边内有凯旋的欢呼。上主的正手显出大权能，上主的正手举悬悬，上主的正手显出大权能。我袂直到死，会活落去，通讲起上主的作为。上主严严管教我，总是无互我直到死，甲我开公义的门，互我通入去感谢上主。这个门是上主的门，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。去除师傅去杀的石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。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，咱着欢喜，着庆祝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解救阮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互阮兴旺。奉上主的名来，迄位应该受称赞。阮对上主的殿祝福你。上主是上帝，伊互咱光明。着举手机参加庆典，游行来到这段的四角头遐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宣扬你的伟大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